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今日国内又过增加9位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咯，其中有1位患者是红赛都对美国回来的，另外一个是去互确诊的社区保全背着的。疫情指挥中心伫今仔宣布讲，旅客若准是要接温，拢爱挂水暗；若准有旅客讲袂听，上当会当罚到15000块。日本伫初二全国增加270多个武汉肺炎感染者，南韩的感染人数也已经就万人，变作亚洲第2严重国家。在今日，咱国内又过增加9位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咯，其中有7个是对境外入来，有2个是本土案例。伫咧本土案例当中，有1位是红赛都对美国回来，也随会采检这位患者红赛。另外一个是去互确诊的社区保全画着的。国内再新增加9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指挥中心宣布，这确诊个案内底有7例是境外移入，2例是本土病例。指挥中心讲，这2例本土个案最近拢无出国，其中案例343例是68岁女性，红赛伫3月17对美国返来台湾，伊3月20出现扫流鼻水这症状，不在24到28期间做拜看医生，第3日搁再叫医生看，就收治带医采检，伫初3确诊。那他是有自行服用成药啦。那24号未改善某诊所就医，27号就因为症状持续，所以他去看中医。而案例347例是初二公布的案例336例接触者无出国，捌伫3月19甲27甲案例336例接触过，24发病，捌2摆去看医生无缓解，3伊搁再看医生就收治带医采检，即阵已经掌握相关接触的人有37人，其他继续拢掌握中。因为是在以后呢，也我们在检视这样的一个监视器，他们大概有应该说是有20分钟左右的一个交谈，主要他们好像也一起做团购，交谈的时候也都双方都没有戴口罩。而连续2天的确诊个案中，拢有个案甲欧捷旅行团有关系。初二是案例338例，初3是案例341例，伊是进前确诊案例338例的家后，3月初5到14参加欧捷旅游团，3月25伫厝隔离期间陆续出现落屎症状，因为是食歹腹肚，因为无其他发烧的症状。3月30心脏问题登叫医生看，医生问伊旅游甲接触的情形，马上采检，第31通报初3确诊。针对这个症状的认知，在比较不一样了哈，就是说，因为它是有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以为这只是吃坏东西这样。指挥中心讲，欧捷旅游团总计17人，已经有6个人确诊，其中1人死亡，2个人住伫监护病房。指挥中心已经予其他的11个伫厝隔离的人全数采检，结果发现有2个人无症状，确实出现肺部有问题，已经予因紧急带院。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当日严重，台北市甲新北市因为坐接温敢爱强制旅客挂水暗的问题，最近一直呼吁中央政府爱有明确的公告。在今仔日，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坐接温拢爱挂水暗，若准是讲袂听者，上当会当罚到15000块。台北市、新北市最近一直对中央讲，坐捷运甲公车爱强制带喙暗，爱中央公告授权。指挥中心初3正式宣布，初3起坐捷运爱带喙暗，若是该口劝唔听，相关的罚15000块。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我们也予以劝导。如果没有劝导的话，我们大概就会处分。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应该是3000到15000。3000到15000。如果遇到有旅客忘记带，或是没有的话，他们会先辅导他们在他们邻近的这个便利商店来购买。原本台北市政府坚持等4月初9 14天，用买9月喙暗的新制度实施了后，这个全面强制坐公车甲捷运爱带喙暗，而相关的法则爱中央授权。而这阵定案了后，台北市交通局宣布台北捷运的全力配合。新北市协商以后，2市会做统一的公告。所以我们希望。CDC 只要一公告，我们就马上立即实施。台北市呼吁中央限制对欧美回台民众集中检疫。即阵台北市确诊案例是全台湾上多，伫厝检疫人数也大大上升。台北市健康关怀服务中心初3正式发动防疫维护服务，由退休护理人员协助市民。7、8通的电话，那大概都是以询问小孩还是有陆续要回来，特别美国现在的疫情还蛮严重的哈，所以要回来到底是要住家里呢，还是要住旅馆？
新北市地区检疫人数8394人，市长指出，无听话拍走的有76件，花了700多万，即阵也提出重罚，防抓到无配合的爱送去集中检疫，确保防疫无空芳。记者自鸿报道。咱拢知影讲，喙癌真是真珍贵，毋过挂过喙癌，大家拢嘛乱拼。环保署伫顶日就宣布讲，若准乱拼喙癌的罚金是提悬到3600块起跳。高雄市环保局也宣布讲，会伫车站出到病院附近埋伏家查。另外，台北市政府也提出用罚金的30%做奖励的奖金，希望大家会当保持环境的卫生。车头的旅客出入，有的人结束行程了后，就想要甲刮出门捌拄过真侪人的喙癌，赶紧等落粪扫桶。不离个清洁人员讲，大家拢会伫咧车头的4颗位啊，发现乌白乱弹的喙癌。我们是没办法看到说是谁丢的啦，因为我们捡到的话都是在路边的，口罩都会有1、2个就丢在路边这样子。环保署初已经宣布，乌白蛋喙癌上加罚金拄1200块，提悬到3600块，若是各犯就罚6000块。高雄市环保局嘛针对大众运输车头甲病院4颗位啊，拄即马开始宣导甲稽查。就是会有稽查人员在外面就是埋手的行为，那只要看到民众随意的丢弃的话，那就是没有就是这个行为是不经过劝导，会直接做开单告发的动作。高雄环保局表示，一天会排5点钟至8点钟来稽查。不离个民众嘛表示，唔拿车头病院，公园嘛常常看到乌白蛋的喙癌。一出来脱掉就拿，就乱丢啊。走没几步就看到了，因为现在很少人会去密闭式的，都大部分会聚集过来。我是觉得这个也是要加强管理吧。对啊，因为尤其是小朋友那么多。因为疫情的关系，互更较侪人去户外场所，并就希望环保局爱加强稽查公园。台北市政府共款拄即马开始加强稽查，不离个为着鼓励民众检举，搁设实际罚金30%来当做检举奖金，每一家检举成功会当领1080块至1800块不等。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继续来关心美国。美国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到达已经超过24万人感染，超过6000人死亡。有风声讲，美国当咧传10万个装尸体地啊。另外，美国总统川普用国防生产法下令厂商爱制造喙癌甲呼吸器等等的医疗产品。另外，美国申請失業救助金的人數也已經有600多萬人。這款情形已經甲金融大海嘯時期是差不多的。I just took it this morning. And I took it. It took me literally a minute to take it, and it took me, I guess it was 14 or 15 minutes. I went to work. I didn't wait for it. 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第2摆新冠病毒快速检查报告，讲15分钟内底就知影检测结果，强调家己无挖到病毒。不过美国国内疫情却是一直恶化，总确诊病例超过24万人，总计死亡超过6000人。其中加州更加在一天内超过1000例，总确诊病例有9000多例，死亡203人。路透社引用五角大楼官员的消息指出，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要求国防部提供10万个尸体来应急。而这波疫情也影响美国人对着大喙癌的观念。川普政府也正式订定新的防疫做法的指引，建议美国人出外时爱大喙癌，减少新冠病毒的探位。总统川普更加是引用国防生产法，指定上大喙癌的厂商 3M 公司来生产，同时协助企业增加生产病人真需要呼吸器。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social distancing and washing your hands. And we don't want people to get an artificial sense of protection because they're behind a mask. Because if they're touching things, remember, your eyes are not in the mask. So if you're touching things and then touching your eyes, you're exposing yourself in the same way. 另外一方面，全场有114人确诊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舰长克鲁泽上校，并以疫情处理唔对为理由来解职。理由是伊甲求救的批副本团互真侪人，造成互媒体先爆出这个消息。伫危机处理中出现真歹判断力。即阵罗斯福号停伫关岛，顶面的官兵大部分拢落船安置伫个陆上的所在。相关面临疫情威胁的，也有河美航运公司旗下邮轮上丹号，也有洛德丹号。经过协议，非洲官员已经同意，互这2只船停伫罗德大堡码头，健康乘客用的落船出现症状的患者必须伫个船顶隔离。而上丹号则为病情危急的患者是转送陆上的病院来救治。Well, we're clearly living in something the likes of which we've never experienced in our lifetimes.
and in some ways never in our history, because what's quite unique, and we're all living it every day, is that aspects of the economy have been brought to a stop. 美国就业市场也受到新冠病毒真大影响。劳工部公布当礼拜数字，有664万人头一摆申请失业救助金，比前一礼拜330万人增加1倍，是近代上歹纪录。美外金融海中迄时失业的情形。记者宋夏报道。 伫咧日本东京初二一天的确诊人数就97人，全国也搁再增加276人，这是有史以来一日增加上界悬的。另外，伫咧南韩的感染人数也破1万人，成做亚洲第2个感染人数超过1万人的国家。 日本的新冠病毒疫情继续拖，受到全国拢总26个群组感染的团体影响。日本初二国内增加的确诊病例有276个，其中东京就有97个，双双创下着一天增加确诊人数的新高。 もうちょっとで3桁というところにまで迫りました。これが最大であることを願っております。 为初三开始到4月底，日本实施扩大入境禁令，包括中国、美国甲英国，针对73个国家甲地区，14天内捌到这个国家的入境人士，拢要居家隔离14天，嘛要接受检疫。 为了避免医疗机构的病床无够，日本厚生劳动省已经向各地政府家己判定，让病症较轻的病人进行居家隔离。另外，针对防疫的措施，各地业者临时宣布周末关店。就连日本男子的天团阿拉西嘛推出洗手歌，宣导正确的洗手办法。同款是东北亚国家的南韩，到初三早起为止，确诊病人正式超过1万人，成做亚洲第2个胃着病毒超过1万人的国家。不过，南韩嘛有接近 60成的病人已经治疗结束，恢复了健康。日东南亚的泰国，在初二暗时，由泰国总理帕拉育宣布，为初三开始实施宵禁。เพื่อเพิ่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ใน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การระบาดและลดการสัญจรของ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 ผมจะประกาศข้อกำหนดห้ามบุคคลออกนอกเคหสถาน หรือที่เรียกว่าเคอร์ฟิวตั้งแต่เวลา4 ทุ่มถึงตี 4ทั่วราชอาณาจักร 帕拉育表示，除了医疗、银行、机场人员、甲运送医疗物资、甲上班伫暗时的人才会特别状况。若是违反宵禁命令，相当会判2年有期徒刑，罚款4万泰铢，差不多台票39000块。另外，新加坡嘛出现感染来源无清楚的病例，初二增加的49名患者内底，都有10个人感染来源无清楚。目前当局也在调查，希望会当知影病人是安怎感染的。记者陈世彤报道。 今仔日是清明连续假期的第2天，高速公路的车比高公局所预测的是减真多，敢若往宜兰的路段有较塌。高公局也讲，所落来车会较侪时阵是伫明仔载下晡，甲高速公路往北的路段。另外，苏花公路甲苏花界在今仔日也是车真多。 伫咧苏花界崩坑内底，路南的车是一台接一台。连续假期的第2天，往花莲台东方向的车也是真多。监控中心统计，差不多每点钟700台。车多时阵，局部路段时速降到25公里左右，苏澳到中德超105分。每小时的量到目前为止大概是都700多、800多这样的量，所以目前都还是保持一个蛮顺畅的一个状况。 苏花路人伫咧连续假期头1天，拄透早2点踏到阴暗，全日流量有21529车次，创通车以来运量新高。内加的第2天路况是较顺，若是国道高速公路早起北中南拢干那一寡塞车。下晡3点了后，国道5号路南甲州北有较塞车的状况，不离个全日的车流量拢比原本预计搁较少。 原来预估今天是122的百万车公里啦，那目前看起来应该可能我们会下修到大概105左右啦。 那可能就是跟原来预期的有差了一些啦。高公局预计拜六是连续假期的第3天，会以州北转来的车流较济。预计过道了后，国道地出现车流，有一寡路段会塞车，提起用路人出发进前先调查路况，也是利用连续假期的上下尾1天，较无人的时阵才州北。记者综合报道。 清明连假若准碰到儿童节，台北市的儿童新乐园人拢是吵。因为疫情的关系，虽然人无变较济，不过游乐园也是有伫咧做防疫措施。另外，真侪民众也走去花莲台东行搭，饭店业者表示讲，大房率大约有7、8成。你好，我们防疫期间请保持社交距离1公尺。
要入去台北儿童新乐园，爱先排队磅体温，因过清明连假，搁加上儿童节，早起就有真侪家长甲囡仔人排队买一场。啊，毋过今年因为疫情甲天气影响，人是减真侪。相较于去年的整年4天都是晴天的状况，所以目前观起来大概是到今天为止大概是50%。我们依照不同的游乐设施的特性来区隔不同型的游客来做分别搭乘。要互民众安心，儿童新乐园除了会磅体温以外，民众排队的时阵，搁要保持适当的空间，得连上游乐设施，搁要注意座位敢有符合社交距离的要求。像这个飞天新机号，原本6排座位，即马敢若开放3排尔。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人，因为毕竟是户外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喷酒精啊，要戴口罩啊。做回来亲戚朋友会当坐伫同一排，甲其他毋是做回来，要保持适当距离。所有的设施拢会定期消毒，互民众安心。北部的游乐设施人客变少，啊，毋过华东地区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因为4天连假嘛，可以排比较长途的旅程，而且这里户外比较多，比较不容易那个。目前是我们个人做好自己的防护措施，甚至早餐的时候都有量体温才能里面进行饮食。就算台湾疫情抑搁伫咧滚价，不离阁有真侪民众因为休困休时间，华东地区大部分阁拢是户外活动较侪，人客相对增加，陆续业的大房率表现嘛袂歹。前2天的表现都是蛮不错的，有7、8成的一个住房率。入住这个空间之外，我们都会帮客人量测体温的部分之外呢，其实我们工作人员都会加强的消毒。除了上基本的磅体温以外，业者针对游客较常使用的餐厅、大厅，尤其是等等的环境，专门加强消毒的频率。食饭嘛要甲冷芳油大，就是希望民众伫连假出去佚佗的时阵，会当生甲真欢喜，健康嘛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政府又呼吁讲，爱在家检疫民众莫想空想芳，想要用陪饭做理由逃走出来，较袂真多。另外，里长甲李干事伫连假也是袂清闲，毋是伫办公室待命，无就是去区公所加班，大家是面对疫情拢嘛做伙拍拼。准备防疫包，将消毒酒精、喙暗这防疫物资包开袋啊，就算是清明连假，里长也是到伊办公室。只要是有需要关怀检疫个案，都会出门服务。如果你是在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的话，我想这些扫墓这些动作都可以不用了哈，因为毕竟这个防疫之重于一切。今年清明陪伴，政府呼吁居家检疫的人也无期满的，唔通以陪伴为理由出外才袂受罚。亲像高雄部分的李干事，连假就到区公所加班，敲电话关怀居家检疫的人。民政人员广告社区防疫防线用心，内政部处长陈宗干感谢大家尽心尽力。为了要守住我们台湾这边没有受到那个社区感染哦，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工作上要抱着就大家承受的心态哦。之前已经关怀过的个案，大概是5点前我们就要去关怀。对，那其他临时性的部分就是临时通知，就是要临时赶快就是处理，1个小时内就要回报。受疫情影响，部分民众改用网络拜拜，陪伴公车甲停车站拢无啥物人。业者意愿加强停车站甲公车的消毒，也要求民众爱挂喙暗、手爱消毒，才能上车。我们从早上5点半到现在哦，我们大约只载了5000人次，可是去年的今天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载了5、6万人次了，所以我们估算整个运量大概少了90%。因为民众较无爱出门陪伴，台北市的陪伴公车车次数运量只有1.5万人次，创下设立以来大致数人次上低纪录，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减9成。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对境外入来确诊病例是愈来愈多，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初3开始，所有入境的人只要伫14天内，若准有发烧或者是有呼吸道症状，伫机场采检了后，拢爱去指定中心集中检疫，防止这挂人变做是防疫的空棒。在连假期间，桃园机场的人无多，颠倒是附近的采检站外口有真侪民众挂喙暗、挂行李排队伫等待采检。但是因为指挥中心发布新的防疫措施，昨天是1500多位入境，然后将近100位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入境旅客。那除了在机场要配合我们的采检的措施以外，那我们会请这个相关的旅客要依照我们的指示，搭乘防疫车队到指定的这个地点，来先进行这个
居家检疫。旅客入境台湾，若是伫过去14天以内有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等等的症状，就要先伫机场配合采检，而且搁要直接坐防疫专车去指定的地点集中检疫。虽望入境的旅客无济，毋过在去机场外口就有真侪防疫专车来等待，驾驶嘛有穿全套的防护，佮替乘客消毒行李，准备甲真较真。会蛮仔细的啊，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回到台湾嘛。问说有没有咳嗽，然后小朋友就咳了2声。其实我们本来以为回家隔离14天嘛，对，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自己的衣服，是有一点措手不及啦，因为我们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民众接受访问的时阵讲，毋知影要直接去检疫所，所以物件准备无够，有淡薄毋知影要安怎才好。毋过也是学了台湾的防疫措施真谨慎，互人真安心。桃园机场预计4月初3入境人数超市1388个人，若是民众有相关的症状，采检了后会放送去集中检疫所，要等待采检结果出来，无相关的症状评估了后，才会互因转去厝内继续完成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日前，伫咧新德县爱在家隔离刷拍走的林东囝，去罚款100万。不过，伊的家属认为讲罚金伤过悬，向县政府提出诉愿。新德县卫生局表示讲，诉愿是人民的权益。不过，伫初7进前无收到100万的罚金，会移送执行署来强制执行。另外，伫表列有一位民众算唔到检疫的时间提早走出来，也罚款钱啊。顶个月因为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伫咧大埔市拍走的新德县的一个查甫人，变做国内第一件去互处罚100万的案例。家属认为讲罚金伤悬，向新德县卫生局提出诉愿。卫生局回应讲尊重诉愿的权利，毋过后手强制执行的流程未受到影响。若是4月初7进前无纳100万的罚金，记得讲得准时启动强制执行的定数。这个诉愿是他的权利嘛，所以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要强制执行，这一个还是继续做嘛。到4月7号，如果他没有缴足100万的话啦，的一个罚款呐，4月8号就可以以强制执行署来强制执行了。另外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要限制出境啦。另外，伫咧苗栗是发生一个居家检疫的查甫人，伫咧检疫的最后一天，家己算唔到检疫的时间，就差几点钟尔，结果去互警方查到，上报会处罚10万块。他计算错误，所以呢，我们将视他的情节来给予做处分。我们都说明得非常清楚，是以日期来做计算，那必须到当天午夜的12点过后才叫完整，否则的话呢，我们会依据纾困条例来裁罚10到100万。要提起民众居家检疫者的解禁时间，是照日期计算到暗时12点，毋是以入境时间的24小时来算一天，才袂因为违反规定去互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伫西班牙在初2一天就死961人，却因为观察伤过济，甲停车场改做临时的太平间。西班牙也超过11万人确诊，特别11000人死亡。官方也甲会议中心改做临时的病院，其中也有医护人员出现镜头，说着爱继续照顾患者，有影是真甜头。马德里主题区市镇莱加内斯一间养护中心外口，一边是殡葬业者在真济观察来处理遗体，另外一边是医护人员真紧将年岁较大的病人分配撤离。养护中心初2大日7个人死亡，工作人员表示3月31日150人检疫，有99例阳性，到初2已经50人死亡。为顶个月24开始，西班牙每天死亡人数拢超过600人，初2甚至将要1000人。因为观察伤过济，巴塞罗那用一座停车场当作临时太平间，将观察上下分层贴做伙。This warehouse is now equipped for nearly 2,000 coffins. But we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伫马德里会议中心设置的临时病院，也是西班牙版的方舱病院，1500个病床甲16间加护病房，已经收超过1000个病人。这所在伫去年底才办过联合国气候峰会。Tienen una complicación en su curso clínico fundamentalmente respiratoria y precisan la terapia intensiva, así que cuidado. 欠医疗器材医护感染风险悬，可能加大型分子袋啊做防护衫。全国所有医护人员已经超过15000人破病或者是隔离，占所有确诊病例14.7%。Estamos escasos de personal y el poco personal que todavía tenemos disponible está en una situación. Y por otro lado tenemos profesionales con síntomas
a los que les hacen seguir trabajando mientras llega el resultado. 伫全球死亡人数上侪意大利出现温暖场面，一定伫法国临时病院工作阿宾哥为67岁患着新冠病毒的病人布鲁斯做生日，布鲁斯非常感动，坚持亲身切给两个，将欢喜的心情分享给其他病人。伫疫情上严重的时刻，度过人生无共款的生日。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英国，因为武汉肺炎破病死亡的是连续2天，拢达至500外，安尼伫咧增加。今日开始伫咧传讲，因为体检数量伤过低，才害疫情未收煞。伫咧一礼拜进前染病的卫生官员韩考克，这日顶来发了4项，伊也公布一项互做免疫护照结束新冠病毒封锁新计划。内面的内容有一项，就是伫4月底以前，爱甲达日的体检数量对25000人次提悬到10万人次。 感染新冠病毒的英国首相强生也是有一寡镜头必须继续隔离。初二的首相府疫情记者会是由甲强生共期筹备，毋过已经会当登去做工课卫生大臣韩考克来主持。韩考克佮公布一项用免疫护照结束新冠病毒封锁的新计划，内容包括要伫咧4月底进前，甲每一天的检测目标量拄目前的25000提悬到10万。The new national effort for testing will ensure that we can get tests for everyone who needs them. And I'm delighted that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s rising to this challenge and putting unprecedented resources into testing. 记者会了，韩考克讲的话嘛引起学者、专家甲新闻界质疑，原因是因为就连采检所用的免疫机甲试剂拢无够，病毒大爆发到紧。伫咧前线抗疫 NHS 55万大军，敢若2800个人进行检测，结果就是伊来感染。It's very frustrating. We should be the first, so that we can look after our patient. I'm very sad. I feel like crying now. Very sad. What country are we in? 英国的动植死亡人数初一增加24%，疫情中心伦敦市伫咧西敏市市中心，还有莱斯利普三个所在拢有设临时的太平间了后，初二搁伫咧伦敦东区设第4座临时太平间，来应付逐工一直伫增加的工作量。记者综合报道。 香港伫今仔日又搁增加43个武汉肺炎感染者，目前已经有846人受到感染。香港政府也宣布讲，对阴暗6点开始，所有酒吧拢爱关14天。这款临时营业的政策也引起业者的不满。武汉肺炎疫情伫咧香港继续伫拖，初三新增加43例确诊病例，包括20个女性、23个男性，其中34个人有境外活動嘅記錄。 就係有43宗確診嘅個案嘅，804號去到846號，年齡係16至60歲，咁佢哋係20女23男，咁當中咧就係34位咧就係有外遊記錄㗎啦。 因為香港最近的確診患者有超過2成攏捌出入酒吧，香港政府頒發禁酒令，宣布從初三暗時6點開始，把所有酒吧關起來14天。香港食環署強調講，新的措施是針對敢若提供酒類的所在，若是無提供現場享用的服務，像講超市，就無需要關起來。 飲酒嘅行為咧，呢方面咧係特別咧係高風險嘅，因為大家飲酒嘅時候都會唔戴口罩啊，都係希望咧係對於嗰個業界啊或者係市民咧嗰個影響咧係都係即係做到減到最低啦嚇。咁如果毋過，這項措施引起香港真濟酒吧甲餐廳業者嘅不滿，轉出來抗議。滯後式抗疫，滯後式抗疫，各行業區席，各行業區席。但係如果你哋咁樣係叫做冇一個好實質嘅情況話到俾我哋聽，我哋應該點樣處理？係咁倉促嘅，咁我相信好多業界嘅朋友都會覺得好模糊，不知所措。業者批評政府嘅決定太過扯公，而且定義無清楚，互因唔知影要安怎做。佮講到若是無任何嘅補償，無擺除有後手嘅抗爭行動，不利個香港大學感染甲傳染病中心嘅總監何必良認為講，酒吧萬不若發生疫情，影響是真大。美容院嘛應該對咧關起來較好，而且建議餐廳轉外做外送，通好減少感染嘅發生。記者綜合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3月底到4月一直去浙江考察。中國嘅官方媒體也講，這是習近平想要表達加速推動復工復產做伙拼經濟信號。不過外國媒體也講，全世界當咧因為武漢肺炎佇咧嚴重，西方國家若準是取消訂單，中國也是無法度生存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考察浙江，当地民众拢出来欢迎。中国疫情局势依然无稳定，不过习近平考察时依然强调，要拼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显示要拼复工的决心。祝我们宁波舟山港我们全体的员工们在战胜各种困难之后，仍然能够取得优异的成就。对疫情带来金融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出面挂保证，绝对袂让市场出现无钱。中国财政部也提前下达2020的新增加贷款额度，高达1兆2900亿，超过去年规模。设立3000亿元防疫专项再贷款，进一步强化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普惠性金融支持。全中国对复工拼经济充满信心。不过，美国之音所表示，全球西方国家陆续取消订单，经济生产线无法度开工。今年前2个月，中国贸易进出口量比去年同期降低9.6%。中国卫健委测试公告，新增加31个确诊病例，其中19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增加60例，总共有1017例。中国最近严防无症状感染者正做疫情抗防。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加强对无症状感染者管理，特别针对武汉市、湖北省等地展开无症状感染流行病学调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0例，其中境外输入7例。会议指出，要加强无症状感染者管理，抓紧科学开展无症状感染流行病学调查，为防控提供科学支撑。中国医师钟南山提出警告，面对美国疫情爆发，确实一个国家无法度控制疫情，会给全世界带来灾难。因为美国爱采取更加强有力的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在日前，观光局的员工去接机刷点病事件，交通部表示讲，观光局长周英辉已经自请处分啦。周英辉表示讲，家己的管理有疏忽，会听候交通部公布调查结果，伊也袂闪任何责任。观光局发生员工接机为着病毒事件了后，主任秘书被降职，机场服务中心主任也被撤换了后，交通部长林佳龙讲，观光局局长周英辉伫初日暗时向交通部表达，讲家己督导有疏失，请求处分。观光局周局长也自请处分，这里面确有疏失，那是刻意的隐瞒，还是说因为沟通不良，造成资讯的落差甚至错误？我们会在厘清之后呢，再进一步来追究责任，那要给社会一个很清楚的交代。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接机的情形，确诊的观光局员工在2点12分接到观光局官员的号示，2点25陪同到发烧检查站，2点29到通关柜台，需要查验证照，2点35分出海关，2点39分到3点37分到店伫机场啉咖啡，一直到3点51分才送对方上因老爸车。甲公务无关系接机，害员工甲5岁囡仔去为着病毒。交通部对外宣布，观光局长周英辉请求处分。周英辉回应，督导不周，首长是盖瓜承受。好好的得做行政调查，如果我有什么责任，我个人绝对不会回避哦。那我想说，诚实负责本来就是我的理念。无讲是毋是细节，周英辉只是强调会负责。现阶段会全力进行观光纾困防疫这相关业务。而对着周英辉到底是甚么款的处分，交通部讲这要看后续调查状况。周英辉确实有行政责任，后续召开遴评会讨论定处。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欠台湾一切就袂完全，但台湾实行翡翠暗徛名制度2点0了后，各种的政策拢互人真懊恼。总统蔡英文日前又讲，要关1000万翡翠暗，或情严重国家的医护人员，也得到网友的响应，讲要发起关翠暗运动，讲会当帮助台湾有实际外交。在期待数字提回数号，加上身份证字号后明示的号码，佮提出汇单付钱领翠暗，规流程只用1分钟。翠暗是名字2点0上路，透过上网络有买，超商交钱提翠暗，省真济时间，即马进入第3波有买。不过依然有真济人认为无方便，甘愿去邮局排队。年假期间邮局外口依然排甲长落落。很不方便啊，我觉得很不方便。所以还是希望是说现场排这样。对。
总统蔡英文也保证有能力会捐出1000万批喙暗号疫情严重国家医疗人员，传达台湾 Can Help 的精神，得到网友响应，自推特发起捐喙暗运动，建议未来喙暗4.0版本应纳入捐喙暗的选项，支持政府做喙暗外交。有网友留言支持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也留言，表示建议小调感谢贡献。我支持啊，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还蛮棒的啊，不要疯抢啊！我觉得如果不用疯抢的话，大家慢慢这样排也是排得到。民众还是要排队，还是有一个限制，而其他的我们可以捐给国外。我是觉得这应该是第二步的计划。唐凤上传影片，亲身测试超商提喙暗，加倍推出小杯喙暗的新功能。是否预定下期口罩？这边预设是是。第一份小白单就印出来了。接着按下续订按钮。影喙暗一个人上线，有买100个，只需要55秒。过程中虽然需要插入健保卡，不过强调未显示个资，或者是看医生的记录。这新功能按算4月底推出。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拍好掠菜，也着爱亲兄弟。台湾日前有宣布讲要捐予国际1000万块喙暗，其中美国有200万块。美国白宫的国安会是公开表示讲，台湾真慷慨。国务院伫初二阁用新闻稿表示，台美高阶官员最近会召开无纪论坛，分享台湾模式的抗疫经验，也会讨论到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协助台湾恢复 WHO 观察员的身份。总统蔡英文进前宣布要援助国际1000万的喙暗，伫 AIT 处长拜访陈时中了后，美国白宫国安会嘛公开推文感谢台湾捐200万的喙暗，而且伫上尾段讲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嘛转达蔡英文的推文，强调即马疫情全球大流行，台湾应该伫 WHO 和 WHA 有一位，嘛标记讲台湾等的斗3工。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在国际社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做出贡献。一定要跟国际社会充分的合作，我们才能有效的遏阻疫情。美台最近强化合作做伙抗疫，国务院初二透过新闻稿表示讲，美国佮有台湾的高官3月3日召开虚拟的论坛，分享台湾模式的抗疫经验，而且讨论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包括协助台湾伫 WHA 恢复观察员的身份，和台湾和 WHO 更较密合作，而且讹了台湾。美国公共电视新闻网 PBS 新闻时刻用7分钟的影片报道讲，介绍台湾抗疫成功的故事。Another reason Taiwan acted so early, they didn't trust ei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the head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uongiorno carissimi amici del popolo meraviglioso di Taiwan. E con questo video desidero ringraziare il meraviglioso popolo taiwanese. 唔那美国各国拢肯定台湾的防疫，台湾嘛捐防疫物资予意大利，意大利的国会议员嘛翕影片表示感谢。咱个友邦博流驻联合国常任大使乌鲁通嘛伫 Twitter 写讲，博流向全世界寻求帮助，毋过除了台湾，无其他国家有回应。未来博流会继续为台湾伫国际发声。记者综合报道。伫日前，香港电台有用视讯访问 WHO 高级顾问，却因为讲到台湾这2字，对方就甲信号切断，无爱回应。不过，香港官方认为这个节目问这寡问题是违反一种原则，要求做总编辑的广播处长爱负责任。香港电台工会也发表声明讲，这款的行为影响到新闻自由。Would the WHO consider Taiwan's membership? 睇到台湾2字向香港去，这段香港电视台记者访问 WHO 高级顾问的片段，最近引起国际讨论。香港官方即马煞续尾来追究责任。管理电台商务甲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定华表示，这部门的问题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也有香港电台约章。因为世卫生活组拢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香港电台是政府的公共广播，应该要有正确的日报，要求总编辑的广播处长来负责。不离个工会表示，这是无理的指控，已经失去无问题的自由。提問呢一個動作本身點解就已經係違反咗一國兩制、違反咗一個中國嘅原則呢？我哋睇唔到嘅，佢呢一個動作係十分之破壞香港嘅新聞自由。港台工會表示，這個問題攏無帶立場，而且無違反任何原則。邱定華即個追究責任是正罕哩快，是政治壓迫。陸委會時表示，香港基本法予香港人新聞言論等等的自由，希望香港政府依法落實保障，無應該像中共共款，加以壓迫甲控制。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是天經地義的事。
希望港府能够依法落实保障，并尊重新闻媒体的专业及编辑自主。The embassy has asked journalists to follow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to not provide a platform to what it calls Taiwan independence forces. Taiwan is one of the success stories. 唔但港台，印度媒体嘛去互中国恐吓，袂当报道台湾要求加入去 WHO 的新闻。印度电视台佮特别做一个节目来反击。节目打开始就讲到台湾成功控制武汉肺炎的疫情，全世界甲台湾当作是模范。主播强调讲，伫即款紧急的时阵 ，WHO 应该结束对台湾无公平的对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要开发武汉肺炎的疫苗，大家拢在拼速度。卫健有团队是对病毒的近2倍来做研究，卫团队是利用减轻病毒的毒性来提升抗体。另外，还有一种是自活性疫苗，要来防治武汉肺炎。政府疫苗头一摆出现是在1908年，正式使用是1921年。尽管效果因为地区无同，不过已经被列做防治气流的标准药物。美国纽约理工学院伫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研究发现，普遍有用政府疫苗的国家，民众患着武汉肺炎比例明显较低。所以想要试看卖观察政府疫苗防毒疫情的效果。It has what are called off-target effects, and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this vaccine is able to boost the immune system. It in fact trains the part of the immune system that's called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 其中针对病毒表面一种叫做10-2物质，互科学家认为是阻止病毒的关键。The spike protein is the major surface protein that binds to a receptor, which acts like a doorway into a human cell. Once the spike protein and the surface of the human cell membrane fuse together, the genome of the virus is able to enter the human cell and begin infection. 中国解放军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也协助业者进行研究，并且讲已经展开小规模的临床实验。另外，以制作婴仔用品加清洁用品出名的美国交生公司，宣布甲美国政府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合作，有计投资10亿美金研发新冠病毒疫苗。业者讲，今年9月就已经展开人体实验，不过对着什么时阵会用较满意的成果来公布？生物科学界认为，1年半会有初步结果，拢算是相关乐观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在连假期间，真侪人会出去行踏，伫台南的景点也开始施行，要入去参观就要登记资料的制度。市政府会安尼做，就是希望每一个旅客会当健康佮安全。台南山上水道花园博物馆一透早都有真侪要入去的民众。虽然目前是防疫期间，不过人也是排甲叉，大部分拢有挂喙罨出门。不过即马要去台南的各级景点，除了爱碰体温、酒精消毒，佮爱签名登记。对啊，他至少会登记，你会知道搜寻哪一个人有到这边来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你不晓得说进来的人是谁啊。哎呀，万一如果说有问题的时候，那怎么办？也找不到人啊，这样对防疫比较不好吧。台南市府表示，室外佮室内防疫的需求是无同。不过，为着预防台南的景点，包括做顶发迹园区、赤坎楼等11个高级景点，为4月初1开始就实施签名制，保障旅客的安全。原则上呢，就是在门口会画出1公尺的这个社交安全距离的排队距离，然后入园之后呢，还需要经过实名制，就是登记。因为大家都懂得防疫其实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了，所以目前为止大家配合度还相当的高。防疫期间拄到连续假期，除了生活欢喜，嘛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措施。另外，即马是兰花的产季，不过受到疫情的冲击，兰花的展览是延期，外销是受到阻碍。台南的各界区有兰花业者做伙烧兰花，帮助台南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有一项号做空中有氧的活动变甲真清，受到女性的喜爱。不过每一项运动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伫咧花莲，就一位适龄的小姐，家己一个人伫厝里练习空中有氧的时阵，无细力互布颠掉咧，险着无命。用规身躯的气力甲布救互掉，住伫花莲林小姐3月伫咱练习空中有氧的时阵，因为顺序唔对，地势布料伫伊的腰阁有轻坎，伊想要落来耍愈用愈难，而且边仔无人甲伊斗3工。就被勒住，然后可是又踩不到地，被勒着腰，被体重勒着又很痛然后是很想要挣扎，然后可是因为也累了，然后所以其实很困难挣扎了很久。林小姐就安尼海伫空中1点钟，
好佳在厝边有听到伊细声的救命声，警方甲伊救落来时阵，伊已经昏去啊。他长时间被包裹，然后奋力的想要爬出来，那全身肌肉在过度使用之下，有可能会发生最严重的状况，就是横纹肌溶解。那另外的话，就是他没有办法吸收到很充足的氧气，有可能会低血氧。空中瑜伽这几年来是真是惊，专业的教练就表示讲，尤其韩国最近流行较有变化的空中瑜伽，动作的顺序若是用唔对，就真可能会发生危险。就算专业的老师练习的时阵，嘛是两个人互相帮助。我自己也有被缠在上面过，真的是不适合在家里练习，一定要去专业的上课地点那里做练习，要不然就一定要有一个人在旁边。受到疫情的影响，即马真侪人拢会点出来训练，啉小食烦恼，阁有人会受伤，所以呼吁玩家莫冒险，也是到专业的教室，而且边仔有教练会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的新明铁路，真侪人趁着廉价来遮佚佗。不过，伫昨就有10个游客因为无挂水暗，煞袂当坐火车。另外，伫车里火车驶到一半，熊熊停落来，原来是一只保育类的长鬃羊山啊，挡伫铁轨路顶头。这是动物的地盘，当然爱先让羊啊先通过。天也未光，阿里山竹山线跨出去的列车2号透早出发，载满250名人客，但中途司机发现头前有物件，面等2声。列车赶紧停落来，差一点弄到头前这只动物，经过比对是保育动物长鬃山羊。因为列车长处置得宜，所以全车250名乘客，还有这只山羊都很平安。小意外让游客真欢喜，不过防疫期间拄到清明连假，阿里山小火车比较代替加强防疫，游客发烧也是无挂嘴烟，拢唔知。第一天有10个人向要求退票。阿里山林铁本线支线共有3450位旅客搭乘，除了阿里山神木车站有10位旅客因为没戴口罩而办理退票。昨天进来人潮有3000多人哈，基本上目前花季到4月15，但是到4月底仍然还有一些樱花可以观赏啊。林务局表示，今年阿里山游乐区花季预估会使到4月底，所来可能有愈多游客来耍，呼吁大家爱注意社交距离，坐小火车进前一定爱先准备喙烟。记者王家川、大兴坤家己报道。真侪人爱爬山，不过玉山管理处最近却发现讲，最近真侪游客拢会一直饲米猴，或即寡米猴变做是破猴，会去抢人的物件，佮破坏人的物件。专家也表示讲，若你家己一直饲，狗会认为讲人会互因物件食，若准是食无就会攻击人，而且乱饲高山恐惊会互发钱。台湾狗包围伫车边，内底游客无别讲，检查人员看到也是照常饲。不能喂，叫你们不要喂，你们还喂，不好意思，我们要送警察队了。游客认为无啥物，毋过饲物件已经互高山啊产生震撼的行为，直接爬起车顶，或者是爬起机车抢食物件，已经常常看到。他大家每年差不多70万人次来参观，这几天连假上山的人近2-3倍，这天也赶紧上山对游客机会教育。你看到猴子，你车上有香蕉，要不要拿给他吃？不要，对不对？违法行为的话，我们依照国家公园法的规定，会处罚最高新台币3000块台币的一个罚款。有关处表示，最近游客反映，这高山啊直接入去车内破坏，有的是主动抢物件食，互游客真困扰。特生中心研究员表示，这的高山啊长期被游客或者是山友饲，已经将人类当成食物来源，也安尼改变认知甲习惯。喂食这个行为让他觉得人类是食物来源，看到你有食物，他就想接近。那你没有给他，他也觉得那是他的。其实这个猕猴的异常行为都是人类造成的。专家指出，塔遮地区的人为减少较少，森林应提供予高山啊长照食物来源。不过习惯改变了后，除了地属食物链的实行，高山啊甲人类冲突可能愈来愈多，甚至增加传播疾病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雾峰有农民伫田里采竹鸡啊，互肉叶来遮休困，顺续割稻啊，佮掠鸟鼠。即马台中的龙井西瓜园也有样看样，进全台湾已经有50支的肉叶鸡啊，无用农药的方式，才是对土地上界友善的。
众人做伙来说，这个长long long的竹架啊，就是要找肉叶这款的鸟啊来斗过台中龙井这片西瓜园，让肉叶伫遮徛悬悬，休困兼拍啦。我们经过宣导上课之后，农民的反应这个都非常的热烈而且现在在我们西瓜园区已经开始有立这个鹰架竹竿这个高度都差不多6-7米高。较早拢是用鸟鼠药来头鸟鼠，解决问题毋高危害生态。即马农业走向优先进造，减少药的使用。屏东科技大学伫全台湾推出这种肉叶的架啊，目前伫咧全台湾已經采超過50支。霧峰的肉葉鬥過稻啊，龍井的農友把用肉葉來鬥過西瓜。下期西瓜互鳥鼠受損真大啦。要找解決的辦法，以前是用老鼠兒去偷嘛，即馬老鼠兒講因生態的問題沒有，咱政府無咧處理這嘛，無咱引進這來試用看賣咧，因為這站都開始咧種，所以也未看出效果，但是我有發現講蠅仔有直接咧走，直接咧飛，有確實有嘅蠅仔咧走啦。即使可能等已經看到肉葉咧出入，農友目前期待防治鳥鼠的效果。農委會自2016年開始，就無補助各縣市賣鳥鼠藥的費用，鼓勵農民用符合自然生態的方式來解決種植的困擾。農民望肉葉佇田園生態，個人的報道順續過農民的好年冬。記者綜合報道。愛騎腳踏車的民眾就看遮來咯。屏東縣當咧推動腳踏車道，當中有7條路線，總共有465公里長。其中有一站是下寮溪鹽埔路段的步行邊，就是綠色樹葉形成的綠色崩坑。咱也做伙來看。看過去，互幾大片的樹林包圍的這個隧道。行伫咧內底，互人感覺心涼被透開。這是伫咧屏東鹽埔鄉高龍川甲進興川的交界，愛寮溪堤防的自行車道。真濟民眾只要到迄困日，就會來遮騎鐵馬散步。之前騎的時候，其實都沒有注意到有這個地方，然後就說，奇怪，怎麼好像就是剛好有看到這個地方，所以就上來看這樣。對，平常都會在這邊運動，我覺得這段蠻漂亮的。愛寮溪堤防自行車道是屏東沿山線其中一條自行車道，為三地門大橋出發，一路會經過內埔鄉、鹽埔鄉、李港鄉甲九如鄉，總共24公里長。無同的季節，就有無同款的美景，無同的花會使欣賞。因為這抓夏天的時候特別的涼爽，所以說他們喜歡這邊騎到這邊，他們用散步的，不然那腳踏車就是用牽的，就是要那個舒適的感覺。除了愛寮溪堤防的自行車道，屏東縣府也有規劃其他的自行車道，包括單車國道、懷管路線、東港溪海岸的路線等等，分別以輕的7種色彩做7條鐵馬環島路線的路標，總共465公里長，讓民眾佇咧騎鐵馬有真濟選擇。記者綜合報道。在屏東嘉東有一位養殖戶，號做吳國珍，自細漢伊就愛大海、愛船蚵，伊開3年時間伫處理飼真濟船蚵，希望有朝一日會當甲船蚵也放轉去大海，讓大海愈來愈水。對啊，你看珊瑚搶地盤就像這樣，你看這個老珊瑚。大水缸內底即寡無共品種的船蚵，攏是住佇屏東嘉東的養殖戶吳國珍飼的。伊講伊從細漢就真介意海洋生物。3當前決定佇厝內家己飼船蚵。養珊瑚的目的其實一開始也很簡單，只是一個興趣，然後養久了會慢慢去了解一些海洋上的問題，所以就慢慢想要說，可不可以借由珊瑚去推動海洋教育，讓大家注重海洋的這個議題。吳國珍因為飼船蚵，轉開始思考要安怎推動海洋教育，一個親身教囡仔。讓因了解海洋生態和環境保育的重要性。我覺得很厲害，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珊瑚。然後爸爸又跟我講環境保育的重要。目前我這邊大概10幾種，可是都是主要以台灣比較普通的一些本土品種居多，因為可能就是我選擇是比較容易復育，然後適應環境比較強。雖然吳國珍飼的船蚵攏是較無商業價值的台灣本土種，不過伊講，伊的夢想就是希望未來有能力通佇附近的海域復育船蚵，嘛希望大家共心守護海洋環境。記者綜合報道。明仔載天氣是好也是歹，做伙來看預報你就知。
北部地区对16度到21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23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奥地利看北极熊仔镜，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